是我画看基真光。早前咱伫世界沉沦，享受最终快乐温顺，是命黑暗若手不分。若我话当看起你真光，想思丰盛我命才有。照着基督耶稣来吃，靠着上帝旨意来行，我要顺坦诚心来引带。我心较无亲近你，你的作为真稀奇，保守我的道路无偏离。我要专心朝找你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早起圣经的讲读是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38节，是一段真长的祈祷，也是以色列人集体的悔改的告别。内容包括认罪甲敬拜、回顾上帝的恩典甲信息、承认人的失败甲背逆、忠心立约、决心顺服。我要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第1节到第5节。共迄个24日，以色列人自执禁食，穿烂衫、散涂粉。以色列的后代甲所有的外族人断绝关系，因拢徛伫认家己的罪，甲因列祖的罪过。因徛伫用3点钟读上主因的上帝律法来册。搁用3点钟认罪敬拜上主，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亚8年、加别18年、布年、示利比8年、甲基那年，徛伫台顶，大声哀求上主，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亚加别8年、合3年、示利比何底亚18年、比太希亚讲，着起来。称赞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主啊，愿你荣光的名得到阿乐，超过一切上赞甲阿乐。第1节到第5节的中间，咱看见百姓自执、禁食、承认罪，这也是悔改认罪的开始。以色列人因伫遐逐项读律法，搁认罪，伫遐做敬拜。这个嘛提醒咱，真实悔改的开始是倒转来到伫上帝的话，认罪承认家己的不足。咱若生命中有软弱、冷淡、迷失，都要赶紧倒转来到伫上帝的话，是复兴的第一步。咱需要重新来建立稳定的读经的生活，和上帝的真理照光伫咱日常生活每一项决定的中间。接着咱要来看第6节到15节。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，天顶的天甲天顶的万象，佮创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所有的，你赏赐生命和万物，天君嘛敬拜你。你是主上帝。有竞选亚伯兰，带伊出巴比伦的5年，甲伊改名做亚伯拉罕。你知伊对你忠实，甲伊立约，永远将迦南人、何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亚布斯人、吉加撒人的土地，和伊的后代，佮实现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有看见阮的列祖伫埃及受苦，
听见因伫红海海边的哀求。你知埃及人压迫阮的列祖，你惊神者祭司攻击法老，伊的人神甲伊国内的人民，你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11节，你伫阮的列祖面前，甲海分开，互因对海中行大地过去。你要对日因的迄直深海，亲像甲石头迄落大涌。日是你用云条带因，暝是你用火条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降临伫西奈山，对天顶甲因讲话，想述因行正直的命令，真实的律法，好的规例甲诫命。你互因知你安息的圣日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用诫命规例甲律法教示因。因枵的时，你对天想述美娘；因喙焦的时，你互石盘出水。国叫因着去承接你立誓要互因的土地。第6节到15节，伫遮因伫回顾上帝创造甲对因的拯救，上帝过去的作为，因来伫遐来回顾恩典的历史。利未人带领百姓开始纪念上帝过去的恩典，祈祷中回顾上帝的作为，创造、拣选、拯救、供应。15节、21节遐嘛记载，供应天降吗哪，石盘出水，40年久，因的衫无破，因的骹无碰破。伫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上帝恩典的历史，上帝一直供应、引带、照顾伊的百姓，嘛提醒咱信仰毋是突然间显现来产生，乃是建立伫回想上帝安怎带领咱的基础的顶面。爱用祈祷或者是笔记来回想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每一个阶段的恩典。每遍咱拄着困难的时，爱提醒家己，上帝早日的信息，乃是今仔日扶持咱最大的气力。第3部分，咱要来读对16节到31节。但是，阮的列祖骄傲自大，疑心毋肯悔改，无听趁你的诫命，因毋肯顺趁，无纪念你伫因中间所做的奇事，竟然疑心毋肯悔改，家己设立领袖，存心背逆，想要挖倒去因做奴才的地。总是你是欢喜赦免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有满满慈爱的上帝，嘛无放杀因。因虽然拄一只牛仔讲，这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安尼大大亵渎你。毋过你有极大的怜悯，无放杀因伫旷野，日时云条无离开因，带因行路；暝时火条嘛无离开因，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想述你良善的神来教示因，无收回你的吗哪，互因无物件通食。因喙焦的时，犹原想述因有水通啉。伫旷野40年久，你养饲，互因无欠半项，因的衫无破，因的骹无碰破。你将列邦甲遐的人民交互因，将周围的土地分互因，因得到希实本王西宏的地甲巴珊王俄的地。你互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，遐尼多，带因到你应允因列祖要互因承接的地。因的子孙入去承接迄个地。你伫因的面前制服迄所在的子民迦南人，将迄个地的君王甲子民拢交伫因的手。出在因的意思，
对待遐个人。因公厝坚固的城，肥的土地，得到放满逐款好味的厝地，甲开便便的水井、葡萄园、柑仔园，甲真侪果子树。因得到食饱，身躯肥，因为你的大恩，心内快乐。毋过因竟然毋顺趁，背逆你，将你的律法ฮ็直加遮后。因太师苦劝因归往你的先知，大大亵渎你，所以你将因交伫对敌的手，互因受苦楚。因拄着苦难的时哀求你，你就对天顶压落听，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互因有拯救的者，救因脱离对敌的手。因享受太平，无过伫你的面前做歹。你气煞因，甲因交伫对敌的手，受对敌管辖。因活倒转来求救你的时，你又愿对天顶压落听，照你的怜悯，一遍搁一遍解救因。你劝解因，爱因活转顺趁你的律法。毋过因骄傲自大，毋听趁你的诫命，违背你的命令。人若遵行，就会得到活命。经头越走，疑心固执，毋肯听趁。30节，你宽容因真侪年，你的神通过你的先知劝解因，因有缘毋听趁，所以你将因交伫列国人民的手。毋过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你无赦免因，无气煞因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。第12节到31节，互咱通看见以色列人反复背逆上帝，总是上帝做厝伫遐施落怜悯，互以色列人也对失败中间享受因最的恩典。这段圣经强调以色列人的罪甲上帝的忍耐，互咱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不断犯罪，历史一直伫遐来重复产生。上帝恩典失落，人背逆，上帝管教，人呼求，上帝搁拯救。以色列人一遍搁一遍会违背正道，无听苦劝告，总是上帝却持续伫遐来怜悯，表现出人失信，上帝有缘信息。以色列人所犯的，也是现在咱侪信徒的生命真实的描写，也是伫咧提醒咱的信仰毋是完美，乃是愿意一遍搁一遍倒转来到上帝面前。上帝的慈爱比咱的失败搁较大。若悔改了后，上帝有缘愿意重新来带领。最后，咱来看第4部分32节到38节。但阮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有权能通敬畏、守约施仁爱的上帝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先知、列祖，甲你的子民，对亚述列王的时到今仔日所受一切苦难，求你毋通看做小看。你是公义，你的所做信息。阮所做的拢是歹，所拄着的是罪该应得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列祖拢无遵守你的律法，毋听趁你的诫命以及你劝解的话，因伫因家己的国家享受你赐福因的福气，住伫你所赏赐宽阔肥水的地，因竟然无服侍你。嘛无活转离开家己的歹所行，阮今仔日做奴隶，你赏赐阮列祖即个土地，互因通享受果子好物，阮竟然伫遮做奴隶，因为阮的罪，即个地出产的物拢归伫列王，
你设立因管辖阮，出在因的意思，管辖阮的身躯，甲阮的精神，阮伫患难中真艰苦。这个代志了后，阮心中立约，写做文书，阮的领袖、利未人甲祭司拢签名刻印。第四部分32节到38节，咱看见百姓因伫遐承认迄个现况，向上帝求恩，忠心伫遐来立约，也就是悔改结果。38节安尼讲，阮心中立约，写做文书，阮的领袖、利未人甲祭司拢签名刻印，安尼来表达愿意忠心来顺服上帝。这嘛提醒咱，真正的悔改，毋只是停留伫认罪，乃是愿意立志改变，倒转来到甲上帝的约的中间。以色列人最后立约签名，伫遐来表明悔改是实际的承诺。悔改毋是只有讲对不起上帝，乃是我愿意调整，我愿意重建，我愿意持续行伫正路的顶面。尼希米记第9章的总结核心的信息就是讲，上帝的信息超越人的无忠实。以色列人不断伫遐来跋倒，总是上帝犹原守约施慈爱，实现上帝的计划。咱精神性命开始伫上帝的话，持续伫悔改甲纪念恩典，并活伫上帝永无止息的人民的中间。上帝恩典永远较大于人的失败。真正的悔改是纪念上帝的作为，承认家己的罪，并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第9章提醒咱，当你看见家己的限制、软弱，咱毋通掠做上帝的计划，会因为安尼来中断。咱通放心交托咱的未来，因为上帝的工作无倚靠人的完美，上帝会当用破碎的性命成就伊美好的目的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啊，透过尼希米记第9章，互阮搁一遍来看见阮列祖的历史，嘛看见你永远无变的信息甲怜悯。阮承认家己的软弱，时常靠家己无顺探你的旨意，祷告和祝福变做负担。毋过你无放杀，一遍搁一遍用恩典带阮转向你。求主帮助阮有认罪勇气，有悔改的心志，肯照你的话来行。求你互阮纪念你过去的恩典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伫患难中犹原持守仰望。愿你牵阮行伫义的路的顶面，保守阮的家庭、教会甲灵命，通荣耀主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心内的门，启示我会看见真光。早前咱伫世界沉沦，享受最终快乐温顺，生命黑暗若手不分。若我会当看见你。照着基督耶稣来正，靠着上帝旨意来行，我要顺坦诚心来引带。我心较无亲近你，你的作